先留你光。一直在质疑我们那个布条不是我们做的了哈。那原则上这个布条就真的是我们做的，因为上面也写得很清楚，署名就是民主进步党云林县党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他们一直在说不是我们做，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布条。然后因为在1月2号那个坠机的时候，本来在1月3号我就要把这个布条就是要做一个记者会来呈现这条布条，但是因为党中央刚好坠机，然后就请我们要停止所有的竞选活动，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在这几天开完这个记者会。所以今天他们今天去党部抗议，还在质疑我们这个布条不是我们做的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那个写民主进步党云林县党部那么大的字，然后他们是文盲吗？这个有什么好质疑的？云林县的布条已经在云林县20几年的布条，绑过多少的布条，还用质疑吗？那你今天告的是哪些？先生，张家俊的阵营，他们去中天新闻的一个现场直播的一个新闻，公然的把我们民主进步党云林县党部的布条拿去做节目。布条是绑在树上啊，怎么会跑到他那边的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控告他涉嫌窃盗、侵占跟损毁。要这一张，我就要这一张。来，这个是真的。国民党就不听过，这国民党的代志，你去问台北市的下，证据确凿啊，一定得改公司。好，谢谢。副营长，我们就是把那个节目影的资产毁损跟这个窃盗，那个算是我们县党部的资产，没有错，那就是我们制作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资产。那你。